Nos vemos otra vez. ¿Qué sorpresas os traerá hoy? Lo sabemos en un rato. 同学们 ¿qué animal es este? 这是什么动物 ¿Podéis activar audio a contestarme? 牛，这是什么动物？牛。牛对，同学们，所以今年是 ¿Qué año? ¿Qué animal de este año es? 今年是什么年？同学们，今年是什么年？牛年，牛年，对，今年是牛。de cara，对，很好，今年是牛年。同学们，我们知道 como sabéis, el año nuevo chino está llegando a su fin. Por eso, aprovechamos esta oportunidad y les deseamos a todos feliz año nuevo y un buen año de buey. 跟老师说新年快乐。Vamos a adivinar cuál palabra es la siguiente. Queda 4 palabras, ¿sí? Dime, 快点，同学们 ，hablamos. ¿Cuál es siguiente dibujo? 贴福字、放鞭炮还是舞狮？舞狮，舞狮贴福字。我们来看看是什么。老师看一下，这是什么？贴福字。对，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贴福字。对，贴福字。同学们，福是什么意思？福 ¿qué significado？ 福是什么意思？什么？ suerte，对 ，suerte 很好，福，跟着老师说福，福，福，好，下一个是什么 ？¿Cuál es la siguiente？ 下一个是什么？是什么？放鞭炮还是舞狮？同学们快猜猜，是哪一个？放鞭炮，放鞭炮，我看看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放鞭炮。última vez leemos palabras， 好不好？最后再来念一下词语。第一个，贴对联，贴对联，很好。第二个，贴福字，贴福字。第三个，放鞭炮，放鞭炮。对，最后一个，挂红灯笼，对，挂红灯笼。还有一个是什么？舞舞狮，狮。对，真不错，同学们。你们 es la fiesta más importante después de Año Nuevo Chino。什么节日？同学们，告诉老师什么节日？偶像鸡蛋，快点 ，leemos 读一读，这是什么节日？元宵节，元宵节，大家一起说。对，元宵节，很好。对，元宵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元宵节。很好。¿Reconocéis algunos carteles？ 比如说，这是什么字？叫，叫，看到了没有，同学们？这是什么字？Ese cartel ¿qué es？ 吃，对，吃，comer，很好。好，现在来跟着老师说，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呢？第一，跟着老师说 lee conmigo， 跟老师读。第一，哪天是元宵节？哪天是元宵节？很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叫元宵节？为什么叫元宵节？对，很好。第三个问题是，元宵节也叫什么？元宵节，也什么？也叫什么？很好，也叫什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对，也叫什么？下一个问题是元宵节我们吃什么？元宵节我们吃什么？对，很好，吃什么？最后一个问题，元宵节我们做什么？元宵节我们做什么？ ¿Sabéis qué día es esta fiesta? ¿Sabéis?
知道吗？ El día de los farolillos. 对 ¿qué día? ¿Hoy o mañana? 26 de febrero. 很好，不错。好，我们来看看。应该15号。好，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我们来看看这个日历。好，我们现在是在2021年的2月。Ahora estamos en febrero， 对不对？好了，同学们 ，¿recuerdas qué día es el año nuevo chino? ¿Qué día? El ¿Qué día es año nuevo chino? 12 de febrero. 12 de febrero, ¿cómo se dice en chino? 2 月月2月12 12号。号，对，很好，2月12号，真不错。对，很好，2月12号，真不错。好，同学们，来，到底哪天是元宵节呢 ？¿Qué día es 元宵节 ？Fiesta de Faroles。2月 Vamos con， 很好，你说，弟妹告诉我，双花。 2月26号。好，对 ¿por qué？ 为什么 ¿por qué？ Porque aquí en España lo estamos celebrando el 25 y en China son 7 horas más. Farolillos， 对，很好，我们来看看。很多很多，对，漂亮吗 ？Bonita， 漂亮吗？漂亮，喜欢吗？你们喜欢吗？喜欢，真不错，喜欢，我也喜欢，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看看，它们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花灯。花灯，很好，花 floor 灯 lámpara 花灯。下一个，这是什么？灯笼，很好，灯笼不错。下一个是什么？彩灯，对，彩是 colores， 彩灯。好，同学们，你们看看。彩灯。对，很好。Todos tres palabras lleva un palabra misma. ¿Qué palabra? ¿Qué cartel? Pues búscalo. Todos, mira, tres. 灯，对了，好了，同学们 ，¿podéis decirme otro nombre de 元宵节 ？¿Puede adivinar？ 好，老师这个问题是元宵节也叫什么？元宵节 tiene otro nombre. ¿Cómo se llama? ¿Puede adivinar？ 告诉老师。好，同学们看到了没有？这是什么？读一读 ，léelo， 读一读。元宵节也叫灯节，对，元宵节叫灯节。好，同学们记住啊，灯节，灯，什么？好，你们说的很好，灯节。好，老师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哇哦，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Juguete o comida？ comida， 对，这个 comida，¿quién sabe cómo se llama？ 饺子，tiene que esperar más tiempo para comer 饺子。什么？好，老师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原子，很好。比如原子 normalmente dentro es carne， 很好。这是什么？看着。龙圆。这是什么？龙圆。什么？龙圆。不是元宵，对，这是元宵节的元宵。对，元宵节的元宵。元宵还有一个名字 ，tiene otro nombre， 它也叫什么？小贝别看得清吗？很小。汤圆，对。Pero solo puede ver, no puede comer， 只能看。同学们，这就是不一样的元宵，不一样的汤圆。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汤圆？什么汤圆？什么汤圆？给什么汤圆？读一读。核桃仁汤圆。对，核桃仁，核桃是 nuez， 核桃仁汤圆。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呢，
这是什么汤圆？芝麻汤圆。芝麻汤圆。什么是芝麻？芝麻是 sesamo。你看 sesamo 是黑色的，黑色，所以是哎呀，很好吃。哎呀，我饿了 tengo hambre， 我饿了，我很想吃。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这是什么汤圆？豆沙汤圆。对，豆沙汤圆，豆沙是 judías， 豆沙汤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枣泥汤圆。枣泥汤圆，什么是枣泥汤圆 ？¿Recuerdas un palabra español muy difícil？ 什么 ？Azufaifa。Vamos a ver unos dibujos animados。你看，哇，这花灯好漂亮呀！妙妙、依依，咦，你们的脸为什么这么脏呀？是呀，我差点就认不出来了呢。你们到底在干嘛？我们在卖元宵呢。啊，元宵？咦，哇，好香，我也要吃。哇，好吃极了！我以后天天都想吃元宵。那可不行，只有元宵节才能吃。为什么？因为它叫元宵啊。不对，平时也能吃。元宵节才能吃的。我要问问嘟嘟。好，问嘟嘟。宝宝巴士嘟嘟嘟，小小魔法闪亮亮。大家元宵节快乐！嘟嘟，我们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想问什么呢？那个元宵真的只有元宵节的时候才能吃吗？哈哈哈哈，不是啊，尽管吃元宵是元宵节的传统习俗，但是其他时候也能吃啊。你们看，太棒了，我可以天天吃元宵了。这样啊。不过小朋友们，元宵吃多了可不太好哦。为什么？因为元宵是用糯米粉做成的，不好消化哦。好可惜哦。好了，同学们，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同学们看看，这儿就是这个故事所讲的内容。También tenemos una tradición de recitación de poesía durante 元宵节。好了 entonces vamos platicamos vamos platicar unas poemas。¿Queréis？ 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好，来，我们看看。哇，这个是跟着老师念，开门大吉。开门大吉。对 ，abrimos puerta y suerte 开门大吉。好，我们把门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Cuántas puertas？ 有几扇门？几扇门？同学们说4扇门，对，很好。4扇门就是4个儿歌，4扇门就是 cuatro poemas。好了，同学们 ，vamos empezar de 1 a 4，好不好？好的，我们开始从第一个啊。好了，下面开始开，同学们，你们说开门大吉。Si no abres la puerta, no puede abrir。
开门大吉。开门大吉。好，开门大吉。开门大吉。好，老师开门喽。好，哇，又是一只牛。好了，现在同学们 levantamos mano， 进给嘞，快点的哎，谁愿意读？哎，花什么？老师再点一下。同学们看到没有？挂，什么是挂？挂是 gorga， 赏是 admira 或者 apreciar 或者 mirar， 看一下，看赏花灯，欣赏花灯。好，同学们，我们看看还有哪些花灯呢？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花灯，好不好？哦，你看这些花灯好看吗？同学们，好看吗？好，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花灯好看。对，我也觉得很好看。好，还有第二个，哇，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花灯。哇，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大鲨鱼。大鲨鱼。对，这是鲸还是鲨鱼？高老师，这是鲸还是鲨鱼？我觉得蓝鲸是不是？是应该是蓝鲸。鲸是什么？是怎么说？是 whale。西班牙语怎么说？申老师？对，巴耶拉，对，这是巴耶拉。同学们，鲸，蓝鲸。好，还有第三个。哦，你们看，好看吗？漂亮吗？花灯？好看，漂亮，很好看，对。好，我们又来看，还有第四个。哇，这是一头大象，你们看这个大象真大。跟着老师说，大象，对，大象。好，还有，哇，这是一座城楼，看到没有？花灯，对。好，还有最后这个，哎，这个你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鲨鱼。不是，这是什么？鲨鱼。 Eso es una seta, ¿no?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同学们，罗老师，你看这是什么？不是，那个叫什么？龙戏珠吗？我觉得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八爪鱼，那个叫什么？我对，好吧，没关系 ，imaginamos 可以的。好，同学们，这是什么？ pulpo。哦，对，布布，对。好，这是什么？孔雀，对不对？孔雀，同学们看看，这是孔雀开屏，是不是孔雀哦？是。好，我们来看看。好了，没有了，同学们，这是下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跟着老师读，踩高跷。踩高跷。对，踩高跷。同学们，你们看看，踩高跷。好，还有什么活动？这个是什么？舞龙旗。对，舞龙舞狮，还有呢，舞龙耍龙灯。对，耍龙灯很好。